喺1943年嗰場實驗入面，船員佢係未死咗啊，而係身體同埋軍艦嘅鋼鐵徹底融合埋一齊，靈魂就永遠都被困咗喺時空嘅裂縫入面，喺現實世界徹徹底底咁樣蒸發。呢一場被海軍極力掩蓋、人類妄圖玩弄物理法則嘅慘劇，就係費城實驗啦。嗰一陣好強大嘅藍綠色電磁場，佢包圍住阿爾德里奇號軍艦，瞬間喺雷達上面消失啦。然後佢喺幾百公里之外嘅維吉尼亞州諾福克港突然間出現，軍方就以為佢哋已經成功掌握到隱形甚至係瞬間轉移嘅科技，但係呢，下一秒出現㗎，先至係一場噩夢嘅真正開始。空間徹底崩潰，幸存者嘅回憶令人毛骨悚然。佢話有人全身着火喺甲板上面不斷咁重複住燃燒、復原、再燃燒嘅極端慘痛輪迴。呢件事根本就唔係一份普通嘅海軍機密文件咁簡單，而係一場人類自大、企圖可以改變宇宙定律，最終反而俾物理法則殘酷咁反噬嘅慘劇。歡迎翻嚟解密時機，我係天藍。如果你對呢啲常理冇辦法解釋嘅現象充滿好奇，記得而家就 follow 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場解密嘅最佳時機啦。多謝晒。架軍艦點解會突然間憑空消失，又俾藍綠光圍住呢？其實美國海軍官方一直都有一套講法㗎。海軍堅稱，當年嘅實驗係一項代號叫做蕭茨技術疊加成嘅軍事行動。當時嘅目的其實好簡單，係為咗可以保護艦艇唔好被德軍嘅磁性水雷炸到。佢哋將大量嘅電纜纏繞住船身嘅周圍，從而產生極強嘅磁場。呢一種操作確實係會產生明顯嘅電離現象同埋強光嘅。軍方強調，當時嘅船員係因為對呢一種尖端嘅技術毫無概念，先至會唔將呢一種強大嘅磁場當成係神秘嘅隱形光。但係作為解密時機，呢一個官方嘅答案又點會滿足到我哋呢？除咗蕭茨，我哋仲要深入去研究嗰陣時最前衛，亦都係最瘋狂嘅理論基礎——愛因斯坦佢一直鑽研嘅統一場論 （Unified Field Theory）。當時嗰班科學家嘅心真係大到你唔信，佢哋諗啊，既然引力同埋電磁力係可以整合㗎，咁如果將空間扭曲，令到光線繞過軍艦，咁理論上係咪就可以達成到完美嘅隱形呢？我哋可以用一個比喻嚟睇，如果話我哋嘅現實係一塊投影嘅熒幕，咁嗰場電磁實驗就係直接喺投影機嗰度搞破壞。當信號錯亂，上面嘅影像自然會出現咗殘影同埋錯位啦。關於呢一場實驗，其實最令人心寒嘅並唔係軍方嘅報告，而係嗰啲所謂嘅目擊者嘅證供。其中有一位叫做卡洛斯·夏連德嘅人，佢曾經寫信去海軍研究辦公室，佢提到佢話佢親眼見到有船員唔單止身體融合，有啲人喺實驗過咗之後，依然係處於一種凍結嘅狀態，就好似佢哋嘅意識依然係滯留咗喺當時個電磁場入邊。如果你試圖去掂下佢哋，你會覺得佢哋嘅皮膚就好似變成液體咁樣，完全冇辦法觸碰到。呢一種描述，比起單純嘅死亡，係咪令人更加不安啊？因為佢似乎係介乎生同埋死之間，被永遠咁卡住咗。咁現實嘅真相，往往都係比理論更加殘酷嘅。喺呢度，我要引入一個更加深層，而且係物理學界裏面極具爭議嘅觀點——量子力學入邊嘅觀察者效應。雖然科學界對於意識係咪真係現實嘅創造者，依然有好大嘅爭論同埋分歧，但有一派較為大膽嘅物理學家就認為，現實嘅穩定性好大程度上係靠觀察同埋人類嘅意識去維持嘅。換句話講，宇宙嘅形狀好可能係取決於邊一個望住佢。試諗下，嗰一場極端強大嘅電磁場爆發之後，會唔會徹底咁擾亂咗各種機制呢？當呢一班船員嘅意識因為干擾而喪失到對現實嘅鎖定能力，就好似一部電腦冇咗 OS 咁樣，佢哋睇到㗎，再唔係我哋平時感知嘅世界啦。咁失去咗意識嘅核心基礎，身體嘅物質結構會唔會完全崩潰呢？嗰一刻，佢哋係咪再唔可以叫做一個人啦，而係要隨機散落咗嘅分子同埋原子？
同船身嘅鋼鐵完全咁重疊，呢個先係最恐怖嘅地方。點解幸存者咁多都癲咗呢？會唔會因為佢哋喺嗰一秒鐘被逼直視呢一個宇宙最原始、未經人類感知過濾嘅真實本質啊？而嗰一種衝擊，我相信任何人嘅大腦都承受唔到嘅。物理層面嘅慘劇固然係令人震驚啦，但係如果我哋換個角度，用哲學去審視呢一件事，你會發現一個更加深層嘅恐懼啊！而一條流傳咗幾千年嘅哲學難題，叫做忒修斯之船。如果一架船嘅零件全部都換晒，咁呢架船仲係咪原本嗰架船呢？呢一個問題喺費城實驗入邊已經變成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現實啦。如果當我哋嘅血肉之軀同埋鋼鐵船身混埋一體，當我哋嘅細胞同埋齒輪糾纏不清，到底我呢個混合體仲算唔算係一個人啊？究竟我嘅意識係依附喺呢一堆複雜嘅碳基結構上面啦，定係已經擴散到成架軍艦嘅金屬網絡入邊呢？呢個唔單止係物質嘅結合咁簡單，係對自我定義嘅徹底瓦解。而更加值得我哋深思嘅係哲學家海德格爾佢提出嘅科技造假概念。簡單嚟講，佢認為現代嘅科技有一種傲慢，係將成個宇宙嘅萬物都視為可以隨時提取嘅庫存資源咁。你發唔發覺人類一直都有一種傲慢？我哋試圖去將成個宇宙當成我哋嘅工具，強行去扭曲空間同埋時間，去服務戰爭嘅目的。但係費城實驗嘅結局就正正話俾我哋聽，當我哋將自然法則當成一種可以操控嘅資源，咁呢個時候，人類自己亦都會被納入呢一種非人類體制入邊噶啦，最終成為呢一個龐大機器入邊嘅一件零件。如果我哋嘅身體可以被隨意拆散再組合，如果存在本身只係一種透過科技去編寫嘅程式，咁人類所謂嘅尊嚴、個體嘅獨立性，究竟仲剩翻幾多呢？呢一種對人類定義嘅喪失，比起物理上面嘅消失，諗落真係更加恐怖啊！點解呢一個故事可以俾人流傳足幾十年呢？除咗因為佢本身夠詭異之外，仲因為美國海軍嗰一種絕對否認嘅姿態。無論外界點樣去質疑，無論幾多人冒住生命危險都要將事情公開，海軍一直都堅持住阿爾德里奇號嗰段時間根本就唔喺費城。但係越係禁忌，就越多人好奇。80年代嘅電影《費城實驗》就更加將呢一個傳說推到頂峰添啦。有人話呢一場實驗並冇停過落嚟，佢只係升級咗，變成咗現代更加高端、更加隱蔽嘅秘密武器開發計劃。海軍佢掩蓋㗎，可能唔係一次實驗嘅失敗，而係一個關於人類如何可以跨越現實邊界嘅潘多拉盒子啊！費城實驗可能只係一個喺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被過度誇大，甚至係被軍方刻意編造出嚟嘅都市傳說。但就算佢係假㗎，呢個傳聞依然係一個非常之真實、令人周身唔自在嘅警世啟示。試諗下，生活喺現代嘅我哋，其實又係咪活喺另一場實驗裏面呢？每一日，我哋生活喺數碼嘅虛擬嘅邊緣，喺 AI 生成嘅圖像入邊尋找真實，喺無盡嘅數據裏面將自我碎片化。我哋總以為自己係操控技術嘅能手，但係費城實驗呢個故事就好似一個幽靈咁，細細聲喺我哋耳邊提醒我哋：一旦我哋觸碰到佢，甚至試圖去改寫呢個宇宙底層嘅邏輯，人類往往就會變成實驗室裏面最脆弱嘅一隻白老鼠。或者我哋每個人都係活喺各自嘅阿爾德里奇號上面，努力咁樣生存，試圖去隱藏自我，但又唔經唔覺俾呢個高速發展嘅技術時代徹底改變咗存在嘅本質。當我哋學識彎曲光線，甚至操控時間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啊？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呢？去準備好面對一個已經唔再完整嘅自己呢？咁你又覺得我哋依家所處嘅現實又係咪真係真實嘅呢？留言話俾我聽。如果你都中意我用哲學嘅方式去分享一啲都市傳聞嘅話，而家就 subscribe、分享同埋留言，等演算法幫手將呢一條影片推送俾更多志同道合睇啊！保持好奇，保持清醒，我係天藍，我哋下一集解密時機再見。